每日落街去茶餐廳食個靚早餐，你最鍾意點邊款雞蛋？但你又知唔知原來有幾種常見食法，分分鐘會塞死你啲血管，甚至危險過直接飲油。好多香港人每日嘅早晨都係由一頓茶餐廳嘅常餐開始，無論你係10幾歲嘅學生哥，定係60幾歲嘅老人家，雞蛋幾乎係每個人餐盤上面必定會出現嘅食物。大家由細到大接收到嘅資訊都係話雞蛋好有營養，有豐富嘅蛋白質，可以幫助身體修復，又可以提供足夠嘅能量應付一日嘅工作。但係隨住時代嘅轉變，特別係去到我哋而家身處嘅2026年，整個餐飲業嘅運作模式同埋食材嘅處理手法已經同以前有好大嘅分別。喺經濟大環境轉變，大家消費降級嘅情況之下，好多大型連鎖超市或者零售巨頭，例如大家熟悉嘅永旺百貨，又或者其他大型超市，都面臨緊市場萎縮嘅壓力。喺呢種宏觀嘅經濟壓力之下，好多茶餐廳同埋食肆為咗控制成本，喺食材嘅選擇同埋烹調嘅方法上面，其實已經靜悄悄咁發生咗好大嘅變化。呢啲變化正正就係導致我哋心血管健康每況愈下嘅隱形殺手。好多人去茶餐廳最鍾意叫一碟滑蛋叉燒飯，或者係一份跟餐嘅炒滑蛋。呢一種就係我哋今日要講嘅第一種最傷身嘅雞蛋食法。你以為自己食緊嘅係充滿蛋香嘅新鮮雞蛋，但其實你食緊嘅好可能係一堆飽和脂肪、化學添加劑同埋氧化咗嘅膽固醇。為咗應付每日龐大嘅客流量，同時又要保持滑蛋嗰種入口即化、軟嫩無比嘅口感，而家好多食肆根本就唔會好似你喺屋企咁，逐隻新鮮雞蛋打匀去炒。為咗標準化同埋節省成本，好多廚房已經開始大量使用預製嘅工業蛋液。呢啲預製蛋液喺生產廠房大量加工嘅時候，為咗延長保質期同埋穩定狀態，已經加入咗唔少添加劑。而當呢啲蛋液送到茶餐廳嘅廚房，廚師為咗炒出嗰種滑溜嘅神級口感，必定會加入極度大量嘅廉價食油。你要明白，雞蛋喺高溫之下，佢嘅蛋白質結構會展開，變成一個好似海綿一樣嘅狀態。當廚師將一大殼油落入隻鑊度，燒到出煙，然後再將蛋液倒落去嗰一刻，雞蛋就會瞬間將周圍嘅油脂全部吸收入去。除咗油之外，好多茶餐廳為咗增加滑蛋嘅奶香同埋順滑感，仲會加入大量嘅淡奶，甚至係植脂末。植脂末入面含有極高比例嘅反式脂肪酸。當你食緊一啖以為好健康嘅滑蛋嗰陣，其實你係吞緊一大堆經過高溫處理、完全氧化嘅劣質油脂。當呢啲氧化咗嘅油脂同埋反式脂肪酸進入你嘅腸胃，被吸收進入血液循環系統之後，災難就正式開始。我哋嘅血管內壁原本係非常之光滑嘅，就好似一條全新嘅水管一樣。但係隨住年紀增長，例如當你踏入30幾、40歲，身體嘅新陳代謝速度就會開始減慢，而你食落肚嗰啲反式脂肪酸會令到血液入面嘅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即係我哋俗稱嘅壞膽固醇，大幅度飆升。更加可怕嘅係，經過高溫煎炒嘅雞蛋入面原本健康嘅膽固醇會發生氧化反應，形成氧化型膽固醇。呢一種氧化型膽固醇就好似帶有倒刺嘅垃圾一樣，當佢哋隨住血液流動嘅時候，會不斷刮傷你嘅血管內壁。血管內壁受傷之後，身體嘅免疫系統就會派出白血球去修復。結果白血球吞噬咗呢啲氧化膽固醇之後，會變成泡沫細胞，慢慢沉積喺血管壁上面，形成粥樣硬化斑塊。你每日食一份滑蛋，就好似每日喺你嘅血管入面抹上一層厚厚嘅油脂。日子有功，呢啲斑塊會越積越厚，令到血管變得狹窄，失去彈性。萬一有一日你因為工作壓力大，或者情緒激動，導致血壓突然升高，呢啲脆弱嘅斑塊就有可能破裂，引發血栓，瞬間堵塞心臟或者大腦嘅血管，造成心肌梗塞或者中風。呢種不知不覺間塞死晒啲血管嘅過程，真係恐怖過你直接將啲食油飲落肚。我哋再嚟睇下第二種極度傷身嘅雞蛋食法，就係好多香港人去到下午茶時間必定會叫嘅西多士。西多士絕對可以稱得上係茶餐廳裏面嘅邪惡之霸。傳統嘅西多士做法係將兩塊厚切嘅白麵包，中間搽滿厚厚嘅花生醬，然後成份麵包浸入去預先發勻嘅蛋液入面，等啲麵包好似海綿咁，將啲蛋液完全吸飽。跟住廚師就會將呢份吸滿蛋液嘅麵包直接掉入去一個裝滿滾油嘅大炸爐入面，用極高嘅溫度去將佢炸到金黃色。最後上碟嘅時候，仲要喺上面放一大塊牛油，等個客自己淋上大量嘅糖漿。
呢一個看似美味嘅過程，其實係將所有破壞心血管健康嘅元素，全部完美咁結合埋一齊。首先，我哋要探討一下嗰一鑊用嚟炸西多士嘅滾油。喺商業營運嘅角度嚟講，茶餐廳為咗將利潤最大化，絕對唔會用昂貴嘅健康食油去炸嘢，而且嗰鑊油通常都會反覆使用極長嘅時間。當食油喺高溫之下反覆加熱，會產生大量嘅致癌物質，例如丙烯酰胺同埋多環芳香烴。更致命嘅係，食油反覆高溫加熱會令到油脂發生裂變，產生極大量嘅自由基同埋反式脂肪酸。當充滿蛋液嘅麵包放入油鑊炸嘅時候，雞蛋入面嘅優質蛋白質同埋脂肪會喺極高溫之下發生劇烈嘅梅納反應同埋焦糖化反應。雖然呢啲反應會散發出令人流口水嘅香氣，但同時亦會令到蛋白質變性，產生晚期糖基化終產物呢一種物質，簡直就係加速人體衰老同埋破壞血管彈性嘅元兇。當你將一啖沾滿牛油同埋糖漿嘅西多士擺入口，你嘅身體會瞬間受到多重打擊。高升糖指數嘅白麵包同埋糖漿會令到你嘅血糖喺短時間之內直線飆升，迫使胰臟分泌大量胰島素。喺高胰島素嘅環境之下，你頭先食落肚嘅嗰啲經過高溫炸透嘅劣質油脂、反式脂肪同埋氧化膽固醇，會以前所未有嘅速度被身體吸收，然後轉化為內臟脂肪同埋血脂，瘋狂咁囤積喺你嘅肝臟同埋心血管裏面。對於一個50幾歲、新陳代謝已經大不如前嘅中年人嚟講，一件西多士所帶來嘅心血管負擔，可能需要身體花費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嘅時間去慢慢代謝同埋修復。長此下去，血管唔塞死就真係奇蹟。講完滑蛋同西多士，我哋再嚟講下第三種看似無害，但其實同樣隱藏住巨大危機嘅食法，就係煎到掉邊嘅太陽蛋，或者係俗稱嘅荷包蛋。好多人食碟頭飯，例如係粟米肉粒飯或者係洋蔥豬扒飯，都中意加一隻煎蛋，仲要特別吩咐伙計，這蛋要煎到個邊脆卜卜，個黃就保持半生熟。呢種外脆內軟嘅口感的確係好吸引，但係從健康嘅角度嚟睇，呢種做法簡直係將雞蛋推向咗另一個極端。要將一隻雞蛋煎到脆邊，廚師必須要將隻鐵鑊燒到極度高溫，然後落入大量嘅油，再將雞蛋打落去。喺高溫熱油嘅衝擊之下，蛋白邊緣嘅水分會喺幾秒鐘之內迅速蒸發，蛋白質會瞬間焦化，形成嗰層大家最中意食嘅脆邊。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蛋白質一旦喺高溫之下被燒焦，就會產生致癌物，特別係雜環胺。呢種物質已經被多個國際權威醫學機構證實，會增加患上腸癌同埋胃癌嘅風險。除咗致癌物之外，我哋仲要留意蛋黃嘅部分。好多人以為蛋黃半生熟就等於冇被高溫破壞，保留咗營養。但事實上，當個鐵鑊嘅溫度高達攝氏200度以上嘅時候，即使蛋黃表面睇落去未熟，但係接觸住熱油嗰一面嘅卵磷脂同埋膽固醇已經發生咗嚴重嘅熱氧化反應。更危險嘅係，大家食煎蛋嘅時候，通常都會淋上大量嘅豉油或者係瑞士汁。呢啲調味料入面含有極高濃度嘅鈉質，好多時單單係淋喺兩隻煎蛋上面嘅豉油，就已經超過咗一個人全日所需嘅鈉攝取量嘅一半。當大量嘅鈉質進入身體之後，會導致水分滯留，增加血液嘅容量，從而令到血壓急劇上升。你試想象一下，你嘅血管原本已經因為長年累月食高脂食物而變得狹窄同埋缺乏彈性，而家仲要因為高鈉飲食而令到血壓飆升。強大嘅血流壓力不斷衝擊住血管壁上面嗰啲脆弱嘅膽固醇斑塊，呢種情況就好似一個原本已經生滿鐵鏽嘅水喉管，突然間被注入超高壓嘅水流，隨時都有爆裂嘅危險。所以煎焦邊蛋加上大量豉油呢個組合，絕對係引爆心血管疾病嘅一個計時炸彈。接下來我哋要揭開第四種隱藏得極深、經常俾人誤以為好健康嘅雞蛋食法，就係茶餐廳或者冰室經常賣嘅蛋沙律、三文治或者係碎蛋沙律、牛角包。喺好多都市人嘅心目中，三文治聽落去好似好清淡，冇經過高溫油炸，又無明火煎炒，只係用水煮熟啲雞蛋，壓碎之後夾入麵包度，理應係減肥或者養生嘅好選擇。但係魔鬼往往就藏喺細節之中。蛋沙律之所以能夠做到口感綿密、香滑黏稠，將所有碎雞蛋完美咁融合埋一齊，靠嘅完全就係大量嘅沙律醬或者係蛋黃醬。如果你去了解過工業化食品嘅生產過程，你就會知道市面上絕大部分嘅商業用沙律醬，佢嘅主要成分根本就唔係咩健康食材。
而係高達70%至80%嘅廉價植物油，再加上蛋黃液、白砂糖、鹽同埋各種乳化劑打發而成。為咗壓低成本，好多食品加工廠會使用經過高度精煉嘅大豆油或者係玉米油嚟製作沙律醬。呢啲油脂喺精煉嘅過程入面，有機會產生少量嘅反式脂肪。當茶餐廳嘅水吧師傅製作蛋沙律嘅時候，為咗保證味道濃郁、口感順滑，佢哋落沙律醬係絕對唔會手軟嘅。一大兜嘅碎雞蛋，往往要拌入差唔多等量，甚至更多嘅沙律醬。當你咬落一份厚厚嘅碎蛋三文治，你覺得滿口都係蛋香同埋順滑嘅口感，但實際上你每一啖吞落肚嘅有超過一半以上都係純粹嘅工業植物油同埋精製糖。呢一種隱形脂肪嘅殺傷力絕對唔可以睇小。由於蛋沙律通常係凍食，油脂唔會好似熱食咁明顯咁流出嚟，所以好多人喺不知不覺之間就會食得太多。大量嘅游離脂肪酸同埋糖分同時進入身體，會迅速轉化為三酸甘油脂，令到血液變得極度黏稠。高三酸甘油脂血症正正就係引發各種心血管疾病嘅獨立危險因素。而且茶餐廳通常會用去皮嘅白方包嚟做三文治，呢啲精製碳水化合物缺乏膳食纖維，消化吸收極快，會進一步推高飯後血糖。高血糖會引發身體嘅發炎反應，令到血管內皮細胞受損，加速動脈粥樣硬化嘅進程。所以下次當你想食得清淡啲，而選擇蛋沙律三文治嘅時候，麻煩你三思而後行，因為你分分鐘食緊一個卡路里同埋脂肪含量高過一個巨型漢堡包嘅脂肪炸彈。講到呢度，相信好多人都會覺得好絕望。既然滑蛋唔食得，西多士唔食得，煎蛋唔食得，連蛋沙律都唔食得，咁到底仲有咩雞蛋食法係安全嘅？其實我哋並唔係要妖魔化雞蛋呢種食物，相反，雞蛋大自然賜予人類最完美嘅營養寶庫之一。一隻普通嘅雞蛋含有豐富嘅優質蛋白質，佢嘅氨基酸比例非常吻合人體嘅需要，吸收率極高。此外，蛋黃入面仲含有豐富嘅維生素 A、維生素 D、維生素 E 以及多種維生素 B 群，仲有葉黃素、玉米黃素，呢啲對眼睛非常有益嘅抗氧化物質。更加重要嘅係，蛋黃入面含有極為豐富嘅卵磷脂。卵磷脂被醫學界譽為血管嘅清道夫，佢具有強大嘅乳化作用，可以將血液入面嘅大顆粒脂肪同埋膽固醇乳化成極微細嘅顆粒，令到佢哋唔容易沉積喺血管壁上面，反而有助於保持血管暢通，預防心血管疾病。問題嘅核心從來都唔喺雞蛋本身，而係喺我哋處理同埋烹調雞蛋嘅方法上面。要完美咁保留雞蛋入面所有嘅營養精華，同時又唔會產生任何有害嘅化學物質，唯一嘅秘訣就係控制溫度，同埋避免額外添加油脂。喺所有嘅烹調方法之中，最能夠達到呢個要求嘅，毫無疑問就係梨蛋，即係我哋俗稱嘅水煮蛋。奶蛋之所以被公認為最健康、最防癌、抗衰老嘅食法，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水嘅沸點喺標準大氣壓之下，永遠都保持喺攝氏100度。喺呢一個相對溫和嘅溫度之下，雞蛋內部嘅蛋白質會慢慢凝固，變得容易被人體消化吸收，但又唔會因為溫度過高而發生焦化或者產生致癌物。同時，蛋黃入面嗰啲珍貴嘅卵磷脂、維生素同埋膽固醇喺攝氏100度嘅環境下，可以保持極高嘅穩定性，完全唔會發生熱氧化反應。即係話，你食落肚嘅膽固醇係健康原始狀態嘅膽固醇，而唔係嗰啲會刮傷血管嘅氧化型膽固醇。身體會根據自身嘅需要去利用呢啲健康嘅膽固醇嚟合成荷爾蒙、維生素 D 同埋修復細胞膜，而唔會將佢哋變成血管入面嘅垃圾。不過要煮出一隻完美嘅大蛋，其實入面都大有學問。好多人煮炊蛋，一係就煮得太生，蛋白仲係水汪汪；一係就煮得太老，蛋黃變到好似石頭咁硬，食落去好似食沙咁，甚至蛋黃表面會出現一層灰綠色嘅物質。嗰層灰綠色嘅嘢，其實係因為雞蛋煮得太耐，蛋白入面嘅硫化氫同蛋黃入面嘅鐵質發生化學反應，生成咗硫化亞鐵。雖然硫化亞鐵對身體冇咩大害，但係佢會嚴重阻礙人體對鐵質嘅吸收，而且煮得太老嘅蛋白質亦會變得非常難消化，容易引起腸胃脹氣。要煮出一隻營養保留得最好、口感又最完美嘅爹蛋，你可以跟住以下呢個標準做法。首先，將新鮮嘅雞蛋用水沖洗乾淨，然後準備一個煲，放入室溫水，水量一定要完全蓋過所有雞蛋。記住，一定要係冷水落雞蛋，咁樣可以令到雞蛋隨住水溫慢慢升高而均勻受熱，避免蛋殼因為溫差太大而爆裂。
開中火，將水慢慢煮滾。當水開始沸騰嗰一刻，即刻將火調細，保持水面微微沸騰嘅狀態。由水滾嗰1分鐘開始計時。如果你中意食蛋黃，啱啱好凝固，中心仲帶有少少濕潤軟糯口感嘅，大約煮7至8分鐘就最完美。呢個狀態嘅雞蛋，蛋白質已經完全熟透，容易消化，而且蛋黃入面嘅營養物質亦都處於最活躍、最容易吸收嘅狀態。時間一到，即刻將啲雞蛋撈起，放入準備好嘅冰水或者凍水入面浸泡幾分鐘。呢個熱脹冷縮嘅過程可以令到蛋白同蛋殼之間嘅薄膜迅速分離，等陣剝殼嘅時候就會非常之容易，剝出嚟嘅雞蛋就會白雪雪、滑溜溜、完美無瑕。除咗煙蛋之外，另一種非常值得推薦嘅健康食法就係蒸水蛋。對於一啲牙齒唔好、消化能力較弱嘅老人家，例如70幾歲嘅長者，又或者係幾歲大嘅小朋友，蒸水蛋絕對係補充蛋白質嘅首選。蒸水蛋嘅原理同泥蛋非常相似，都係利用水蒸氣嘅熱力去將雞蛋慢慢加熱，溫度同樣控制喺攝氏100度左右，完全避免咗高溫油脂嘅破壞。而且喺打發蛋液嘅過程入面，加入咗適量嘅水分，令到蒸出嚟嘅雞蛋口感更加滑嫩，就好似布甸一樣入口即化，極之容易被腸胃消化同吸收。如果要喺屋企蒸出一碗完美無瑕、表面平滑好似鏡面一樣嘅水蛋，重點在於蛋同水嘅比例以及火候嘅控制。一般嚟講，一隻雞蛋大約配 1.5 倍至2倍體積嘅溫水。記住，一定要用溫水，大約攝氏30幾40度左右，千萬唔好用滾水，否則一落去就變成蛋花湯。將蛋液同溫水充分打勻，加入少少鹽調味。跟住落嚟呢個步驟非常關鍵，就係一定要用隔篩將蛋液過濾一次，隔走啲未打散嘅蛋白根同埋表面嘅泡沫。過濾好嘅蛋液倒入蒸碟，然後用保鮮紙或者一隻大碟冚住，防止蒸嘅過程入面水蒸氣滴落去破壞表面。水滾之後放入鑊，用中小火蒸8至10分鐘。蒸好之後，淋上少少優質嘅生抽同埋1滴芝麻油，已經係人間美味，既營養又養生，對心血管完全零負擔。我哋再將目光放遠少少，去睇下整體嘅飲食大環境。喺過去嘅幾十年間，隨住工業化同埋全球化嘅發展，我哋嘅食物供應鏈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以前嘅人食嘢講求嘅係不時不食，食材大多係新鮮天然嘅。但係到咗今日，大量經過高度加工、充滿化學添加劑同埋劣質油脂嘅工業化食品，已經充斥住我哋嘅生活。特別係近年來，由於全球經濟環境嘅波動，唔少跨國零售企業，例如我哋常見嘅日本連鎖超市集團，都因為面臨龐大嘅經營成本壓力，而需要重組業務或者縮減規模。喺呢一種大氣候之下，基層市民嘅生活百上加斤。為咗慳錢，好多人只能夠選擇一啲價格低廉，但係營養價值極低嘅快餐或者係加工食品。餐飲業界為咗喺競爭激烈嘅市場入面生存落去，亦都無可避免咁大量引入各種預製菜同埋平價嘅半製成食材。呢種無形嘅飲食降級，正正就係導致現代人心血管疾病年輕化嘅深層次原因。以前血管栓塞、中風、心臟病，通常都係60幾70歲嘅老人家先會面對嘅問題。但係而家30幾40歲就因為突發性心肌梗塞而送入急症室嘅案例已經屢見不鮮。呢啲年輕嘅患者好多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長期依賴外賣同埋茶餐廳，飲食習慣極度唔健康，長期攝取大量嘅高糖、高鹽、高油脂食物。佢哋可能覺得後生仔新陳代謝快，食多少少煎炸嘢無所謂，但佢哋唔知道血管嘅破壞係一個不可逆轉嘅累積過程。你20幾歲開始每日食一份滑蛋或者西多士，去到30幾40歲，你嘅血管可能已經衰老到好似60幾歲嘅狀態。要逆轉呢種危機，我哋必須要由日常飲食嘅每一個微小細節開始改變。健康從來都唔係靠食昂貴嘅保健品或者係靈丹妙藥得返嚟嘅，而係建立喺每日正確嘅飲食選擇之上。既然我哋知道咗茶餐廳嗰幾種雞蛋食法係縮血管嘅元兇，由聽日開始，當你再去茶餐廳食早餐嘅時候，不妨改變一下自己嘅習慣。如果你叫通粉或者沙爹牛肉麵，唔好再叫煎蛋或者滑蛋，試下同伙計講轉做胎蛋或者係滾水蛋。如果你真係好想食煎蛋，亦都可以要求少油，並且一定要將個蛋黃煎熟，盡量減低氧化膽固醇嘅攝取。除此之外，我哋亦都要學識將更多健康嘅天然食材融入日常飲食之中。要保持心血管健康，單靠避開壞油脂係唔夠嘅，我哋仲需要主動攝取一啲可以幫助清理血管、降低血壓同埋抗發炎嘅食物。
例如深海魚類入面含有豐富嘅奧米加3脂肪酸，可以有效降低血液入面嘅三酸甘油酯，減少血栓形成嘅風險。新鮮嘅蔬菜同埋水果，特別係嗰啲富含可溶性膳食纖維嘅食物，例如燕麥、蘋果、西蘭花等等，佢哋喺腸道入面可以結合膽固醇，然後將佢哋排出體外，從而降低血液入面嘅整體膽固醇水平。仲有洋蔥、大蒜呢啲具有強烈氣味嘅植物，入面含有豐富嘅硫化物同埋抗氧化物質，對於擴張血管、降低血壓有非常顯著嘅幫助。養生抗衰老從來都唔係一個口號，而係一種生活態度。當你了解到食物背後嘅科學原理，明白到各種烹調方式對身體造成嘅長遠影響，你就會懂得點樣去作出對自己身體最有利嘅選擇。雞蛋本來係一份最好嘅禮物，提供我哋生命所需嘅基本元素。唔好因為貪圖一時嘅口腹之欲，或者係為咗迎合商業社會嘅快速消費模式，而將呢份禮物變成摧毀健康嘅毒藥。總括而言，血管嘅健康決定咗你生命嘅長度同埋生活嘅質素。唔好等到身體發出警號，甚至係大病臨頭嘅時候，先至後悔當初冇好好照顧自己。由今日開始，重新認識雞蛋呢種最平凡不過嘅食材，放棄嗰啲重油重糖嘅茶餐廳食法，回歸最簡單最天然嘅雞蛋同埋蒸水蛋。只要你願意堅持呢一個微小嘅改變，你嘅血管就會慢慢恢復彈性，血液會重新變得清澈流暢。一條簡單嘅健康常識，只要你聽得入耳，並且落實喺每日嘅行動之中，就可以幫你遠離心血管疾病嘅威脅，實現真正意義上嘅防癌抗衰老，擁有一個健康、長壽、充滿活力嘅人生。記住，健康嘅主導權永遠都掌握喺你自己嘅手裏。由下一餐開始，為自己嘅血管做一個正確嘅決定。